嚟緊復活節檔期，請幾日假就可以去得到噶啦。10天玩5個國家，有呢一個荷蘭、比利時、盧森堡、瑞士同埋法國，專州過省玩。咁成個行程不得不提嘅一個地方就係好特別嘅，就係一個我哋叫做行路啊，由西班牙行路去英國。因為原來嘅地方咧就叫做直布羅陀。喺18世紀咧，西班牙讓咗俾英國，裏邊嘅市容市貌啊，甚至乎佢嘅制度啊，用嘅錢咧都用英鎊。Hello， 大家好，又係嚟到我哋永安旅遊開箱旅行團。自我介紹，我叫阿邦，我叫 Patrick。喂 Patrick，咁就踏入2025年㗎咯喎。係啊，今年係2025年，我哋有啲咩行程可以介紹俾我哋 fans？ 我正想問你有咩同佢哋講，有咩介紹？係啦，今次咧我哋介紹咧幾個歐洲嘅團隊俾大家喎。咁我精挑細選啦，我哋公司咁多個行程咧，就揾到一個10天嘅啫。嚟緊復活節檔期，請幾日假就可以去得到噶啦。10天玩5個國家，有呢一個荷蘭、比利時、盧森堡、瑞士同埋法國，專州過省玩。3月至10月係旺季。首先知唔知點解先？嗱，因為天氣最好啦，呢個時間係咪？天氣最好咧，亦都係最啱睇花嘅時間嚟。你講起睇花，每一年3月至5月就係荷蘭嘅旺中之旺。我話俾你聽，任何嘅機票啦、飛荷蘭，甚至乎酒店咧，全部加價。你參加我哋復活節永安旅遊嘅呢一個10天歐洲之旅，保證有酒店住，包埋門飛入場。其實呢個鬱金香咧，就每年咧，其實就因為佢個數量真係非常之大，700萬支鬱金香，咁就用其他800幾種嘅花咧去襯托住。荷蘭係全球即係出口呢個鮮花啊，甚至乎鬱金香係最大嘅出口國啦。咁但係原來最早期咧，荷蘭係冇鬱金香嘅。冇錯啦，最早期咧，鬱金香係由呢一個土耳其傳過去嘅。冇錯，16、17世紀由呢個鄂圖曼帝國傳過去，有一段時間高峰期咧，鬱金香係貴過黃金。當然啦，物極必反嘅，咁去到即係最高峰時期，咁鬱金香泡沫爆破，咁荷蘭政府介入，咁先至結束呢件事。咁直至到去1950年，咁呢個人咧其實係一個公爵嚟嘅。佢自己中意整個花園嘅啫，咁插滿晒成個花園，對外開放，好多人嚟自世界各地衝入去，24萬人一日去睇喎。佢於是乎有咗咁多人，咁又有咩咧？有旅遊業啦，我哋做旅遊噶嘛，酒店啊、飲食啊諸如此類，哇，好大嘅金錢來源。於是乎就嗰年開始，每一年就做一次，做一次乜嘢？荷蘭花展，冇錯。同埋我哋咧我知道咧，我哋呢個行程咧可以留到喺入邊4個鐘頭。4個鐘頭，梗係啦，你冇4個鐘頭點睇啊？仲要襯托埋荷蘭最獨特嘅建築，一見到就知道係荷蘭。風車，冇錯。好多打卡咧就係一個風車做背景。哇！成上萬上千嘅一啲嘅鬱金香影出嚟嘅情景係確實好靚。我哋荷蘭除咗睇花，最出名第二樣嘢就係運河。我哋會坐埋船遊運河。我哋包埋坐船遊運河睇兩岸景色。喺呢一個運河咧，係穿梭整個市中心，裏裏外外俾你睇晒。其實除咗荷蘭，我哋都去埋比利時喎。比利時咧，我就知最出名就係朱古力啦。識啲嘢喎。係啦，因為比利時呢一度咧就每年咧出口量40萬噸啊。咁除咗朱古力之外咧，比利時個布魯塞爾古城都好靚㗎。咁呢個古城仲出名有一個好特別嘅銅像傳說嚟嘅，又係一個小朋友做咗一件事，救熄咗場火，令到呢個布魯塞爾呢個古城咧就免受大火吞噬。呢個銅像細細，好特色嘅喎，唔同節日佢會着唔同嘅衫。係啊，冇錯。咁你講到去到比利時，我哋專州過省玩落去，會經過呢個盧森堡。盧森堡有咩特別啊？盧森堡咧，其實就係歐洲嚟講咧最富裕嘅國家之一嚟嘅。最富裕啦，幸福指數又高啦，啱唔啱？咁我哋穿過呢一個盧森堡，一定要去嘅，去到西歐就係呢一個阿爾卑斯山。今次咧，我哋去呢個地方就叫做雪朗峰。冇錯。喂，呢個雪朗峰巴閉啦，因為我哋包咗搭纜車，踩住雪朗峰，可以睇到你頭先講嘅少女峰，仲可以望到僧侶峰。一次過滿足晒3個願望喎，冇辦法啦。咁咧就係你頭先講嗰啲少女峰全部行晒。咁我想問下，講到嚟到都尾站咯喎，咁團友都要買嘢㗎，shopping 喺邊度買好咧？嗱 shopping 就梗係去法國啦。嗱法國咧，不如買嘢之前咧，我哋都會經過一個小威尼斯之星嘅科爾瑪。最重要呢樣嘢係咩咧？就係哈爾移動城堡嘅靈感地喺嗰度喎。咁即係唔使講都知，一定靚到不得了啦，係咪？都係一啲我哋叫做古城。
係啦，一啲好民間中世紀嘅古城咁樣。咁shopping 頭先講到啦，咁巴黎又唔使講啦，係咪咁多名牌子，兩大百貨公司，春天。老佛爺係咪要有盡時間俾你去 shopping？ 仲有一個船喺巴黎坐船由塞納河都去埋。係啊，我哋包埋你上去56層樓，喺嗰度影落嚟，你影埋個巴黎鐵塔。咁好啦，咁其實咧講到呢度5個國家，絕對咧係適合一家大細啦，或者係唔同人，包括你想 shopping 嘅又有，睇風景嘅有。如是者一年一度3月至5月唔可以錯過嘅呢個荷蘭花展，反正飛咁遠，去到荷蘭梗係順便睇埋啦。而且我哋公司仲有最少4個鐘頭俾你去參觀，絕對足夠時間。我哋呢個東歐行程12天嘅，咁咪有啦。東歐加巴爾幹半島，咁而呢一個嘅巴爾幹半島門口有2個國家，一個就係斯洛文尼亞同埋克羅地亞。克羅地亞有咩出名？克羅地亞最緊要就係睇自然嘅風光啦，同埋有個名喎，佢叫做歐洲嘅九寨溝之星喎。歐洲九寨溝之星，咁一聽到呢個名就知道大概係睇啲乜嘢。就係原來呢個所謂嘅歐洲九寨溝之星就叫做16湖公園。咁顧名思義有16個湖啦，重點安排一啲最精景嘅位置。我哋可以好親近嘅嗰個湖泊，哇，藍色、綠色嘅水啦，咁好 natural，唔會有欄杆扶手，又唔會話有呢度好多商店。咁呢個好出名、世界震撼嘅一個16湖公園。咁頭先我講斯洛文尼亞又睇咩咧？斯洛文尼亞咧呢個地方，佢係睇嗰啲鐘乳石洞啊。鐘乳石洞好多地方有得睇喎，桂林啊，我哋公司係嘛，昆明啊。有乜嘢咁出名先？不過我知道咧，呢一個鐘乳石洞咧係歐亞當中係最大嘅鐘乳石洞嚟嘅喎。係冇錯真係做過功課喎。歐亞最大鐘乳石洞，但係都有概念係要點樣咧？我哋要坐小火車，坐10幾分鐘先入到去，一路坐一路睇，落到地喺裏邊再要行嘅，跟住當地有導賞員咧，由高至低，咁跟住要翻奧匈帝國咯喎，奧地利、匈牙利，咁我抽幾個出嚟啊！有一個要提嘅就係歐洲3大皇宮之一，美泉宮就係見證住整個哈布斯堡王朝同埋呢個奧匈帝國嘅即係家族嘅歷史啊！我哋仲會有華語導遊咧帶我哋入去觀賞。東歐咁大，邊度最出名咧？就係古姆洛夫古城。咁我哋呢個古城咧俾大家暢遊，由上城區到下城區係好靚。我話俾你聽，整個歐洲西歐都未曾有一個可以保存得咁好嘅一個古城，係好淳樸嘅。同埋我知道呢個行程咧，好多都係列入咗世界文化遺產嘅喎。係冇錯啊，包括我哋有一個行程咧會坐船遊多瑙河。第二就係古城好多，世界10大美景之一哈爾斯塔特。冇錯，我哋呢個封面呢個鎮仔咧，我都覺得係即係封面入邊好即係打卡嘅地方係好 hit 啦。絕對係。同埋佢係即係啲拍攝場地嚟嘅喎。咩拍攝場地？殺神啊，有冇睇過？殺神有。係殺神，同埋咧佢亦都係《冰雪奇緣》咧即係嗰個Elsa 個靈感。即係靈感地啊，係啦，咁所以咧嗰個每年咧都好多人去打卡。你唔唱下 Let It Go 嘅？冇啦。咁我哋仲會喺呢個哈爾斯塔特嗰度有個安排咗個午餐俾大家食。咁其實最近哈爾斯塔特仲有一個好靚嘅地方，就係頭先我之前講嘅薩爾斯堡，冇錯，就係莫扎特嘅故居，都值得去參觀。我哋會喺嗰度住1晚。我記得嗰度好正啊，即係成個城市咧都係同莫扎特有關嘅喎。係啊，冇錯，周圍都有莫扎特啊，甚至乎朱古力啊，買一個小手信啊。咁頭先你講到食烤鴨啊，固然之出名啦。呢個行程我哋唔係一般嘅行程，我哋亦都唔會係去啲好普通嘅餐廳。其實而家我哋永安旅遊咧集合咗好多 fans 嘅意見，我哋揀一啲好淳樸、一啲係好地道、好 local 嘅餐廳，包括一啲酒窖餐廳。成個行程有2餐係米芝蓮推介嘅餐廳，都係啲地牢式酒窖餐廳，個 view 係好正嘅。係啊，咁仲有啲咩特色餐同大家講咧？豬手餐要睇，1人1隻大豬手。同埋我好中意呢種嘅行程咧，其實佢同即係其他歐洲嘅國家相比嘅話咧，好多 fans 都中意，領隊都中意喎，因為車程短啊。冇錯，因為我頭先講過佢係一個奧匈帝國，只係之後分裂咗啫。咁所以佢車程咧確實唔算太長嘅。咁食就有啦，咁住方面都唔錯。我哋呢個行程特登 upgrade 咗2晚，住5星級酒店。歐洲住5星喎，因為物價都貴嘅，同埋嗰個啲酒店嗰個成本都好高喎。我哋係不計成本㗎啦。呢個地方咧都一路有團，基本上每個禮拜都有一團。要參加我哋永安旅遊12天東歐加巴爾幹半島嘅行程，就要喺呢一度。唔該，南歐最出名邊2個國家？
我知西班牙同埋葡萄牙，我哋成日都稱之為叫雙牙嘅行程。雙牙冇錯啦嚇。咁西班牙、葡萄牙俾人嘅印象咧，就我覺得好深度遊嘅。嗱，其實咧巴塞隆拿好出名一個教堂，嗰個教堂叫聖家族大教堂。相傳佢話起咗好耐嘅，有幾耐咧？1881年到而家。我啱上個禮拜翻嚟，咁嗰度嗰啲工作人員就話咧，佢要趕工喺2025年嘅10月要落成。咁點解咧？2026年係高迪設計師嘅100週年紀念，所以呢個教堂係我覺得好犀利一樣嘢，就係佢係全世界嚟講咧係未完成嘅時候已經列入咗世界文化遺產嘅。冇錯啦，唯一一個。咁而我哋公司咧，仲都會重本包埋咧，係包埋入場，裏外外睇晒。因為高迪設計師咧，佢講過一句説話，佢話曲線係屬於上帝嘅，直線係屬於人類嘅。用咗呢種咁概念咧，設計咗好多嘢出嚟，包括我哋行程中有個叫米拉之家，而最出名嘅就係呢個聖家族大教堂。你真係要參加我哋永安旅遊，真係慢慢觀光。仲有一句説話，佢以為一個石頭打造嘅聖經，到時去到你就知道啦。咁馬德里有啲咩出名咧？馬德里就皇宮啦，佢有個之前有講過一個叫做三大皇宮之一啦嘛。冇錯，歐洲三大皇宮啊！咁我哋今次又都會參觀呢個馬德里皇宮。我哋入到去裏邊可以睇到而家仲用緊嘅佢哋坐緊嘅位啦、皇冠啊，或者佢哋歷代以嚟咧嘅房間裏邊嘅擺設佈置係點樣樣，甚至乎會擺到我哋中國一啲嘅特色嘅產品，例如陶瓷咁樣啊。就我知道咧，西班牙好多古城啊，同埋有啲一隻叫水道橋。冇錯。歐元5蚊紙背脊嗰個圖案就叫水道橋，嗰個地方就喺我哋馬德里坐車大概個零鐘啦，去到嗰個地方叫塞哥古城，伊莎貝拉女王佢就喺嗰度加冕成為女王啊！咁嗰度仲有一個好出名嘅城堡，好童話㗎，到時大家都可以去嗰度咧影下相㗎。咁成個行程不得不提嘅一個地方就係好特別嘅，就係一個我哋叫做行路啊，由西班牙行路去英國行唔行到？好似好匪夷所思喎，行到。因為原來嘅地方咧就叫做直布羅陀。直布羅陀咧喺18世紀咧就係俾英國咧，即係其實西班牙自己永久割讓咗俾英國。裏邊嘅市容市貌啊，甚至乎佢嘅制度啊，用嘅錢咧都用英鎊。咁呢個地方我哋都會包咗大家入去裏邊咧，大概有個零兩個鐘時間去裏邊參觀。係啊，咁呢個地方我哋可以踩住伊比利亞半島、西班牙笪地，望到西班牙，望到對面北非嘅摩洛哥。咁好啦，咁我哋由西班牙最重點呢個行程之後咧，就會開車慢慢去到成個歐洲版圖最西端嘅一個國家，就係葡萄牙啦。但我知呢個國家咧好靚，啲色彩好豐富。令我諗到一樣嘢，諗葡萄牙咧就一定係諗到葡撻啦。我都估到你咁講喎，咩色彩好靚咩啫？你最後咪又講食。咁咧，我哋公司都會包咗每人試一隻葡撻。話甜唔甜，但係個皮真係好脆。咁不妨可以去到咧試下打下卡。成個行程有一樣嘢我想推介，好多美食㗎。Tapas 其實係一個葡文嚟嘅，佢就係話一碟細碟嘅嘢嘅意思啦。咁源自於一個國王啊，佢話咧，喂，賣酒嘅人一定要整個小碟俾啲人食啦。咁所以下令咧就叫嗰啲酒吧咧，喂，你賣酒嘅同時唔該你襯一碟嘢。我哋有一餐係會食呢個 tapas 嘅喎。咁喺食嘅方面咧，離唔開仲有一個好出名一個 show。呢個 show 係咩 show 咧？就係西班牙嘅 Flamenco show。Flamenco 係啦，你去到俄羅斯睇芭蕾舞啦，嚟到西班牙要睇 Flamenco。咁我哋包咗呢一個 Flamenco show 同埋一個好靚嘅劇場，一路食住個晚餐，仲包咗杯飲品啊！咁到時可以咧試下呢一個當地嘅美食之餘，仲可以睇到個 Flamenco show 嘅國粹。喂，好，講咗咁耐啦，多謝咁多位 fans 咧收睇到而家啊！係啦，如果大家都中意頭先以上嘅行程嘅話咧，可以最高勁減500蚊，喺5日內可以透過熱線中心、分行Apps 同埋網頁度報名㗎。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嘅頻道，記得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同埋記得撳個鐘仔，優惠優先睇啊！廣東省短線彩蛋優惠，新豐溫泉純玩3天團，4大天王模仿金曲夜，模仿人氣歌王獻唱多首經典懷舊金曲，連續2晚保證入住2024年開業國際品牌韶關新豐溫德姆花園酒店，入住私家溫泉泡池露台客房。行程中更加會暢遊嶺南紅葉世界以及網紅打卡點天空之鏡天梯，唔想錯過，即刻報名啦！